南拳和北腿，少林武当功，开启八卦连环掌，中华有神功。睇見呢個陣勢，你千祈唔好以為喺度拍緊廣告啊！得啦，正喺度影相嘅呢位叫做彭正廷，係廣東省蔡李佛拳總會會長。佢自細就開始學習武術，至今已經有50幾年㗎啦。但係佢影呢啲相有咩用呢？中華武術博大精深，內容豐富，分為北拳、南拳同太極拳3大類。蔡李佛拳係南拳嘅一種，廣東本地嘅拳種有洪、劉、蔡、李、莫5大家，以及蔡李佛拳、龍形拳同白眉拳等等。長拳、南拳分呢就係按地域嚟分嘅，一般呢就以長江為界，長江以北就為北拳，亦即係而家稱嘅長拳；長江以南呢就係統稱係南拳。點樣讓傳統武術傳承落去，成為咗彭師傅諗得最多嘅事情。如果唔將佢用文字、圖片或者嗰啲錄像咁記錄下嚟咧，傳統嘅武術咧就唔經過呢個步驟，有可能會失傳。點樣先至可以讓更多人拜師，亦都可以學到蔡李佛拳呢？彭師傅學識咗使用電腦寫書，每日一坐就係幾個鐘頭。以前彭師傅學拳靠嘅係師傅言傳身教，佢到而家仲保留咗唔少秘籍添。嗱，你嗰啲拳嗰啲拳譜咧，我哋都係抄喺啲咁嘅普通筆記簿嗰度即係用文字記載咁嘅形式啦，冇圖片嘅。歌拳佢就跟個動作一路練住一路演練嘅，好順口而且好有意思嘅。好似個行者棒咁，手提行者棒一支，擔在肩頭不動耳，上步合觸手照鏡，開馬虎尾手加槍，即係一句話一個動作好順口嘅。咁咧，你如果你係讀得熟啦，就讀呢個歌佢出嚟咧，就演練到個套路噶啦。標咗馬，踢腳標馬，向右打。彭師傅從18歲開始教拳底，今日去到佛山教嘅就係佢嘅徒孫。因為過幾日，呢啲功夫小子要去參加第3屆廣東省傳統武術項目精英賽，佢專登趕嚟俾呢啲小弟子一啲指點。弓步標，標馬超，扣八冚。寫天字嗰撇，曲曲俾個角，冇錯。俗話講，外行睇熱鬧，內行睇門道。蔡李佛派拳術至今經過160幾年嘅流傳，成為嶺南拳術一大流派。除咗南拳嘅特點之外，仲有區別於其他南拳門派嘅標聲。蔡李佛嘅發聲咧有5個聲。一般係益、的、哇、哈、可5聲，咁常嗌嘅咧就3聲，益、的、哇呢3聲。一般咧出拳出掌嘅就發益，踢嘅就發的。如果係出虎爪啊發哇，咁個哇聲蔡李佛嘅發聲咧仲有一個原則嘅。佢發聲就一個吐氣，第二個發聲咧就助發力，發聲咧可以助威，仲可以助勢，所以往往喺發聲嘅地方咧都係嗰啲動式嘅地方，發起上嚟咧就顯示到嗰個動作嗰啲勇猛。起源於廣東新會嘅蔡李佛拳，而家已遠播世界50幾個國家同地區。
位於新會經梅鄉嘅蔡李佛始祖館非常熱鬧，彭師傅專門帶住自己嘅徒弟嚟到呢度，一嚟可以更了解蔡李佛拳，二嚟仲可以同新會嘅蔡李佛弟子切磋技藝。都覺得蔡李佛拳呢個名好古怪，究竟係點樣嚟嘅呢？蔡李佛拳嘅始祖陳響自幼習武，先後跟隨3個師傅學習咗佛家拳、李家拳同蔡家拳。